成功變裝，由白色變咗粉紅色車啦！呢一個幻彩粉紅色絕對就係我心中所想嚟嘅。我嚟啦！曾老闆而家手持揸我架新車翻啦 Let's go！ 2026年我實現咗第一個換新車嘅目標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寶欣啊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我人生第二架車。係啊，你喺嗰度等我去接你咪得咯。曾老闆而家準備幫我輕輕驗一驗架車。處女座嘅曾老闆早就已經準備咗驗車須知嘅清單嚟啦。如果大家都想作參考，歡迎喺 IG DM 我分享完整嘅驗車清單俾大家。通常就前下左後右咁樣，咁後波就直接係呢。曾老闆理解咗新車嘅操作之後呢，我哋就正式攞車起程啦。而家就係我第一次行入嚟呢一個副駕駛嘅座位啦。我嚟啦！曾老闆而家手持揸我架新車，我哋去貼車啦。要揸車去火炭。而家睇睇曾老闆第一次揸呢架新車有啲咩感受先？你可以同你自己本身揸開 Tesla 做一個對比喎，小對比。我都未揸。我知，陣間我會一路訪問你噶啦。有冇啲緊張啊？揸新車，曾老闆從來冇揸過呢個牌子。出發啦 Let's go！ 曾老闆想發言啊？我唔知係咪因為我揸慣 Tesla 啦，我覺得 Tesla 係方便啲嘅，好多嘢都係。因為主要而家揸緊 Tesla 有樣嘢叫做 One Pedal Drive 啊，係。即係你一踩油就去啦。係。咁你一唔踩油，一放鬆隻腳，佢就會自動 brake 啊嘛。係。咁我之前慣咗咁樣嘅，咁而家呢架車唔識咁樣。係。咁我一放腳咧，佢都自動滑行嘅，我要自己踩 brake。係，明白。呢個要試嘅，係咯，要慣咯，係咯。因為慣咗 Tesla 方式啦嘛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已經翻到嚟屋企啦。咁曾老闆就要翻去公司揸翻佢自己原本嗰架 Tesla 翻屋企啦。咁我而家翻到嚟屋企咧，就覺得頭先架電車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滿意啦。其實本身架車已經白色係好靚噶啦，我覺得。只不過我又唔甘於平凡，淨係得白色。咁我就想喺屋苑裏邊比較容易啲認到自己架車啦。咁所以我都係會將架車變翻我想要嘅粉紅色。但係佢會同我架舊車 Tesla 嘅粉紅色有少少唔一樣嘅。咁真係完成晒成架車所有嘅嘢咧，我會再同大家嚟一個小分享嘅。我哋而家去攞車咯，變咗粉紅色嘅車。成功變裝，由白色變咗粉紅色車啦！我哋揀嘅車房位於火炭，歡迎大家可以喺 IG 度 DM 我哋會將詳細嘅車房同埋貼膜價錢分享俾大家作參考。首先見到呢一個幻彩粉紅色，絕對就係我心中所想嚟嘅。由於白頂嘅 Smart 咧喺香港係唔超過有10架，所以我就決定保留白頂，淨係貼架車身啦。白色嘅頂同埋粉紅色嘅車身唔會有太大差別嘅感覺，我仲特登喺陽光下面拍攝俾大家參考佢嘅顏色效果。2026年我實現咗第一個換新車嘅目標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寶欣啦。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翻我揸咗我架新車大概1至2星期左右嘅時間啦。咁但係我依然都係一個非常危險嘅女新手啦，而且只係被允許喺屋苑裏邊負責接送翻學嘅啫。仲要多數都係曾老闆送翻學啦，而我只係負責接放學嘅嗰段旅程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累積嘅揸車經驗依然都係非常之膚淺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只係可以憑我少少非專業嘅分享，同大家一齊記錄一下啦。咁首先咧，我覺得對比起舊嘅 Model S 嚟講呢，新車非常之適合我，而且係完全冇後悔呢一個換新車嘅決定嘅。首先係因為 Smart 咧有360嘅鏡頭啦，咁對於一個新手嚟講呢，泊車啦同埋所有嘅睇位有一個好專業嘅輔助。咁當然好多媽媽朋友咧都係話俾我聽，千祈唔可以淨係靠呢一個360啦，都係真係要靠自己識得兩邊望鏡去睇位嘅，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呢啲嘅 system 咧幾時會突然之間 shut down， 又或者幾時無啦啦要 renew 啦。咁如果你一冇咗就唔識泊車咧，咁依然都未算係合格嘅。但係有一個輔助嚟講咧，我覺得的而且確對於一個新手嚟講係增加咗好多嘅安全感啦，同埋練習起上嚟係更加得心應手嘅。呢一個係我覺得 Smart 同 Model S 最大嘅分別啦。咁另外第二咧就係成架車細咗，
同埋瘦咗呢，係真係非常之輕盈，同埋係有一種俾我嘅感覺係可以慢慢地練習呢個人車合一嘅感覺。因為以前 Model S 對我嚟講呢，佢係一個非常之巨大嘅機械人，而且要一個唔係好熟點樣揸嘅新手嚟講，去控制一個咁龐大嘅機械人呢，令到我成日都好怯啊！即係無論有冇車喺隔離都好啦，我依然都唔係話好有信心，究竟我車係咪可以順利地通行到呢？咁而家 Smart 呢，就真係覺得自己係一個迷你嘅機械人啦，好多嘅通道呢，其實都輕而易舉就可以過到呢。對於我嚟講都係非常之輕鬆之餘，同埋真係自信心加強咗好多。而第三真係轉翻粉紅色，而今次係用咗一個幻彩白色嘅粉紅呢，我覺得比起真係好以前嗰種粉紅呢，令到我更加中意，同埋係好似更加耐看同埋順眼。而曾老闆都係咁樣認同嘅，因為呢一架車日日都擺喺佢屋企門口啦，咁我覺得轉咗隻靚啲嘅顏色呢，對於曾老闆嚟講都係幾開心嘅。咁以上呢3點呢，就係我自己個人揸車覺得同 Model S 最大嘅分別同埋感受啦。咁媽媽我會非常之好努力咁樣去練習多啲，儲多啲駕駛嘅經驗呢，好希望有一日可以衝出呢一個屋苑，到時再同大家一齊記錄同埋分享啦。